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龍虎榜，我係祖記啊。今日同大家倒數一下醫療券嘅10大問題啊。咁因為咧一路以嚟咧都有好多嘅觀眾朋友啦問祖記有關於醫療券嘅問題啦。咁有見及此咧，祖記今日就喺龍虎榜呢一度咧去同大家去睇下呢啲嘅問題咯，並以一個龍虎榜嘅方式去排列一下啦。而個排列嘅總則咧，就係用嗰條問題被問過嘅多少次咧嚟排行噶。咁即使咧越排得頭咧，就係越多人問過。咁所以咧頭嗰幾位咧，隨時都係大家心目中對於醫療券嘅一啲疑惑嚟噶。咁咧大家咧千祈就唔好錯過任何一個章節啦，陪祖記一齊由第10位一路倒數去到第1位。咁之後咧，你對於醫療券嗰個認識咧就會更加加深噶啦。咁再次呼籲一下啦，因為龍虎榜呢一條嘅頻道咧係一條全新開嘅頻道嚟嘅，嗰個訂閱人數咧都仲係好少啊，咁所以咧啲影片咧就好難可以俾大家可以見得到咯。咁希望大家可以幫手咯，咁啊用5秒時間免費訂閱咗呢一條龍虎榜嘅頻道先，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事不宜遲啦，我哋先由第10位開始去倒數。第10位就係究竟大家符唔符合資格呢？咁喺香港嘅長者醫療券計劃嘅設計宗旨啦，係令到合資格嘅長者可以更加方便咁享用基層醫療服務。要符合資格呢，首先就係必須年滿65歲或者係以上啦。只要持有有效嘅香港身份證或者係豁免登記證明書啦，就可以享用醫療券嘅福利噶啦。值得注意嘅就係咧，長者係無需要額外去申請呢一個醫療券嘅，政府會自動為合資格嘅人士去登記啦，確保佢哋可以隨時享用醫療券嘅服務。咁另外咧，有一樣嘢想提翻大家啦，就係咧呢一個醫療券嗰個資格咧，就係由每年嘅1月1號去起計嘅。咁即是話咧，假設你係喺12月31號係生日啦，咁啱啱去到65歲嗰一年咧，咁其實咧就唔需要話等到去足65歲12月31號嗰日先去攞到醫療券嘅，就係喺你嗰一年生日嘅1月1號咧就可以攞到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注意下。第9位就係點樣去登記使用醫療券呢？咁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呢個醫療券咧唔需要係特別去登記嘅。咁咧香港長者嘅醫療券計劃咧嘅設計其實係十分簡便咯，大家係無需自行申請啊，政府已經為所有合資格嘅人士咧自動完成登記嘅。當長者需要使用醫療券嘅時候，只需要係攜帶香港身份證前往已經登記嘅醫療機構就可以啦。醫療機構咧就會透過系統即時核實資格啦，確保使用者係符合條件。喺首次使用嘅過程入邊咧，醫生或者係醫療嘅機構職員會協助長者完成登記嘅程序啦，令到佢哋可以順利咁啟動醫療券嘅戶口啊。完成登記之後咧，長者就可以即時使用醫療券支付相關嘅醫療服務費用，無需要等待或者係額外去申請啊。呢一種安排咧，既方便又快捷，確保咗長者可以輕鬆享用醫療券帶嚟嘅支援。第8位嘅問題咧，就係每年嘅金額有幾多啦？咁喺香港嘅長者醫療券計劃入邊咧，每位合資格嘅長者咧，每年都會獲發2000蚊嘅醫療券嘅。呢一筆嘅金額啦，就唔係現金嚟嘅，而係存入政府嘅電子系統嗰度嘅，供長者喺登記嘅醫療機構使用啦。但係咧，如果喺嗰一年咧冇完全咁樣用盡咧，餘額咧係可以累積去到下一年嘅，最高咧係可以俾大家累積去到8000蚊嘅上限啦。呢一項安排咧，令到長者可以靈活咁樣規劃醫療嘅支出啦，唔需要擔心嗰一年未用完嗰啲費用咧會浪費咗。咁值得一提嘅係咧，醫療券會喺每年1月1日係自動存入嘅，長者咧係冇需要申請或者係任何嘅操作啦，就可以即時享用噶啦。咁再提一次大家咧，咁因為呢個8000蚊嘅上限咧，再加錢落去嘅話咧就會冇咗嘅。咁所以咧，每一年咧大家都要睇一睇嗰個醫療券入邊嗰個餘額有幾多啦。如果多過係6000蚊嘅話咧，咁大家咧最好就用到即係6000蚊以下，咁等佢有新2000蚊入去嘅話咧，咁都仲可以攞到咧。如果唔係咧，
多出嚟嘅錢咧係會冇咗嘅。咁即係假設大家嗰個戶口個餘額係有8000蚊嘅，咁政府在1月1號再入2000蚊入去嘅話咧，呢2000蚊係會冇咗嘅，嗰個餘額咧都會係8000蚊咁樣嘅。第7位嘅問題咧就係點樣去領取啦。咁就如之前所講啦，香港長者醫療券嘅領取方式咧其實係好簡單嘅。長者其實咧係無需要自行申請嘅，政府咧係會自動派發醫療券嘅，並且係存入咗專用嘅電子系統啦，而唔係以現金嘅形式嚟發放啊。當長者咧需要使用醫療券嘅時候咧，只係需要攜帶身份證去到已登記嘅醫療機構咧，就可以直接咁樣使用噶啦。醫療機構咧就會喺提供服務嘅時候啦，透過系統即時查核長者嘅醫療券嘅餘額啦，確保支付過程透明同埋準確啦。長者喺俾錢嘅時候咧，係可以選擇用醫療券全額支付啦，或者係只係用部分嘅金額嚟俾啊，再配合現金或者係其他方式去俾餘下嘅費用啊。呢啲嘅安排啦，方便又靈活，令到長者可以安心享用醫療服務。第6位嘅問題咧，就係點樣查詢餘額。長者咧，如果想知道自己醫療券嘅餘額咧，其實係有好多種嘅簡便途徑咯。第一樣咧就係可以透過醫健通登入去查詢啦，系統會即時顯示最新嘅餘額情況啊。其次咧，長者亦都可以致電醫療券嘅查詢熱線啊，由專人或者係自動系統提供相關嘅資訊啦。另外咧，喺使用醫療券嘅過程入邊咧，登記嘅醫療機構咧，亦都可以即時顯示餘額嘅，令到長者清楚知道剩餘嘅金額啦。政府咧有時亦都會係寄出通知信嘅，提醒長者咧目前嘅餘額狀況啊。最重要嘅係咧，所有嘅查詢方式咧，均係屬於免費服務啊，長者可以安心咁樣使用啦，唔需要擔心額外嘅費用嘅。第5位嘅問題咧，就係大家可以喺邊啲嘅地方使用醫療券啦，佢係涵蓋邊啲嘅醫療服務啦。咁香港長者醫療券計劃嘅設計宗旨咧，就係為咗長者提供全面嘅基層醫療支援啦。醫療券可以用於14類嘅醫療專業服務啊，涵蓋診症、康復、心理同埋生活健康等多方面嘅，確保長者喺唔同嘅層面都可以獲得合適嘅照顧。咁首先咧，就係大家最常睇嘅西醫啦，佢係提供一般嘅門診診症啦、慢性病嘅管理啦，同埋健康嘅檢查。佢哋可以開立藥物處方啦，並且係安排化驗或者係影像嘅檢查。西醫咧主要係支援基層嘅醫療需求。咁第二樣咧就係中醫啦，包括係針灸啦、推拿啦、草藥治療啦。中醫係適合慢性痛症同埋康復調理啊，強調治未病同埋整體嘅健康。第3樣咧就係牙醫啦，提供牙科檢查、洗牙、補牙同埋剝牙，以基層嘅牙科護理為主。第4樣咧就係註冊護士或者係登記護士啦，提供護理服務、健康教育，可以協助慢性病嘅監察啦，就好似係血壓或者係血糖呢啲咯，支援社區嘅護理啊。第5樣咧就係物理治療師啦，針對肌肉嘅骨骼痛症啦、運動嘅創傷啊，提供康復嘅運動、電療同埋手法治療啊，幫助改善活動嘅能力。第6項就係職業治療師啦，協助長者提升日常生活嘅自理能力啊，提供協助工具嘅訓練，支援中風或者係認知障礙患者。第7項咧就係放射技師，負責係 X 光啦、CT 啦、MRI 呢啲嘅影像檢查。呢啲嘅服務咧係需要醫生嘅轉介嘅，屬於係專職醫療嘅支援啦。第8項咧就係醫務化驗師啦，提供血液、尿液同埋組織嘅檢驗啊，亦都係需要醫生轉介嘅，協助疾病診斷同埋監察啦。第9項咧就係脊醫啦，專注於脊椎、關節同埋肌肉嘅治療啦，矯正一啲常用嘅錯誤手法啦，同埋改善痛症啊，屬於係非藥物嘅治療選項。第10項咧就係視光師啦，提供視力嘅檢查啦，同埋配鏡服務啊，可以檢查青光眼啦、白內障呢啲嘅眼疾啊，支援長者視力嘅健康。呢一個項目咧係有啲特別嘅，因為咧佢嘅醫療券嘅使用限額咧上限係每2年2000蚊嘅，大家要留意一下啦。第11項咧就係聽力專家啦，提供聽力測試、評估同埋建議助聽器啊，支援聽力障礙嘅長者。第12項咧就係營養師，提供飲食嘅指導咯，協助糖尿病、
高血壓患者控制飲食啊，支援健康生活嘅方式。第13項咧就係臨床嘅心理學家提供心理輔導同埋評估啦，支援抑鬱、焦慮呢啲嘅心理困擾啊，強調心理健康同埋社區嘅支援。第14項咧就係語言治療師協助中風或者係認知障礙患者改善佢哋嘅語言能力啊，提供吞嚥嘅訓練，支援長者溝通同埋生活嘅質素。第4位嘅問題咧，就係醫療券可唔可以用於住院或者係購買藥物啦？咁醫療券嘅使用範圍咧，其實係有明確嘅限制嘅。首先咧，醫療券係唔可以用於支付住院費用嘅，因為計劃嘅宗旨咧係支援門診同埋基層嘅醫療啊，而唔係大型嘅住院治療。其次咧，醫療券咧亦都唔可以純粹購買藥物或者係醫療用品嘅，避免被視為係一般嘅消費啊。不過咧，如果藥物係診症嘅一部分啦，例如長者喺睇症之後咧，由醫生處方配藥，就可以使用醫療券去支付相關嘅費用啦。換言之咧，醫療券係必須同醫療服務掛鈎啦，而唔可以單獨用於購物嘅。第3個常見問題咧，就係可唔可以喺國內使用啊？咁長者醫療券咧，除咗喺本地使用之外咧，其實亦都可以喺大灣區去使用嘅。呢一個係跨境醫療嘅一大特色啊。不過咧，使用嘅範圍咧係有明確嘅限制嘅，只可以喺醫院嘅指定科室同埋健康服務中心去進行門診服務咯，並唔包括住院嘅費用嘅。喺大灣區使用醫療券嘅方式同香港係相同啦，長者咧只需要係出示身份證，醫院咧就會透過系統即時核實資格同埋餘額啦，確保支付過程順暢啦。咁以下咧就係一啲大灣區可以用醫療券嘅試點啦。咁大家可以睇一睇有邊啲地方係大家合適啦。如果有需要咧，可以撳暫停掣去暫停個畫面啦，再睇清楚啲。第2位嘅問題咧，就係醫療券係唔係有獎賞嘅計劃啦？香港政府喺長者醫療券計劃入邊咧，推出咗獎賞先導嘅計劃啦，目的係鼓勵長者持續使用醫療券啦，並與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建立長期而穩定嘅醫療關係啊！呢一項安排除咗係推動善用基層嘅醫療之外咧，亦都為長者提供額外嘅獎賞，增加使用醫療券嘅誘因啊！喺計劃之下咧，只要長者嘅主要到診原因係屬於政府指定嘅特定基層醫療用途咧，例如係健康檢查啦、慢性疾病診斷及管理等咧。當長者喺同一個年度之內咧，累積使用至少1000蚊嘅醫療券喺特定嘅基層醫療服務，醫健通系統咧就會自動發放500蚊嘅獎賞去到佢嘅醫療券嘅戶口啦。而呢一筆嘅獎賞咧係只可以用於支付指定嘅基層醫療服務啊，確保資源係集中用於長者嘅健康管理。嚟到第1位最多人問嘅問題咧，就係配偶共用醫療券制度係啲咩啦？香港長者醫療券計劃咧係容許合資格嘅夫妻共用醫療券嘅，令到家庭喺醫療支出上面咧更具彈性啊！兩名年滿65歲並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或由入境事務處簽發豁免登記證明書嘅長者咧，如果係屬於香港法律認可嘅一夫一妻制婚姻，就可以申請共用醫療券嘅啦。夫妻咧係無需預先申請嘅，只需要親身去到登記嘅醫療服務提供者聲明並一次性咁連結戶口就可以啦。喺特殊嘅情況之下咧，亦可以透過共用同意書去代辦嘅。當其中一方嘅醫療券餘額用盡嘅時候，就可以直接用配偶戶口入邊嘅餘額嚟支付醫療服務噶啦。不過咧，每次使用配偶嘅醫療券嘅時候咧，必須係出示佢嘅身份證副本以作核對嘅。制度咧亦都引入智能身份證嘅閱讀器，以電子嘅方式確認使用金額啦，取代以往嘅紙本同意書啊。
每次使用本人或者係配偶嘅醫療券之後咧，系統就會即時以短信通知本人或者指定嘅家人或者係照顧者啦，保障使用嘅安全啊。衛生署咧亦都設有監察嘅機制啦。如果有人作出虛假配偶嘅聲明咧，可能係需要承擔刑事嘅責任嘅。呢一項制度嘅推出啦，旨在方便家庭共同管理醫療嘅支出啊，避免因為個人餘額不足而影響咗就醫啦，並且係加強家庭喺醫療支援上面嘅互助。好啦，咁今集嘅龍虎榜倒數咧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有啲咩感想或者係睇法嘅話咧，歡迎留言區留言啊，早記會同大家繼續去討論。咁記得啦，因為新嘅頻道啦，希望大家真係可以用幾秒鐘嘅時間免費訂閱咗佢先。喺離開之前，請記得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亦都請按上小鈴鐺，以接收最新嘅資訊。下一集見啦，拜拜。